吐吐小台语。 阵容坚强，节目精彩，毋是国情啊，伫咧转。你若感觉有时啊心头会惊，安尼你啊来看《喜剧贵公主》黄和平，因为互你看了一定会好心情。你若感觉有时啊心头会忧闷，你啊来看咱的平心长苦孝顺，保证互你看了，逐礼拜、逐个月拢顺顺顺。你若感觉讲有当阵啊心头啊是会做，安尼我看你啊来看孝子，真心好，保证互你后期。 彩冠乐透上无着6号。哎呦！你若感觉讲心肝头有时也是袂 happy， 安尼你也来看吴山如先生。哦，因为伊学问好、人品好，佮够主持，大家拢甲比一支。尤其伊趁钱功夫好，开钱无啰嗦。身躯边带一个足大尾细汉的虎仔，跟班人拢叫宪哥。我是咱讲听老师的表演，平心请起顶。啊！ 我快快哦！最关啊！我你大概吼，我若看你解文水，我想讲吼，你的字幕是写咧倒位？嘿啊，那好多安尼接住咧，那你敢若机关枪，一直拍，一直拍。我甲你讲一个，就是为着这个解文水哩，我头拄啊，嘿，甲咱一个工作人员冤家。头拄啊，我袂你来的时阵啊，伊雄雄摕一个物件行来到遐，嘿，伊讲干卖个摸，我讲我无甲你摸，我哪有甲你摸？伊讲啥？你敢知？我唔知啊。伊讲我甲你夹麦克风。 干麦克？你讲，我有误会无？